2001年，一套少林足球，周星馳用少林功夫加足球，創下6000萬港元票房神話，成為一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一句做人如果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激勵咗無數人。25年之後，星爺終於翻嚟啦。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喺內地上映，沿用功夫加足球方程式，但呢次主角由少林男足變成壓咪女足。演員陣容仲星光熠熠，張小斐、迪麗熱巴、張藝興擔正，劉嘉玲、日本男神佐藤健、韓國影帝宋康昊客串。製作成本高達3億8千萬人民幣，超過1200個特效鏡頭，近半預算投放喺後期製作。票房數字咧靚到令人找舌。開畫首日排片佔有率接近48%，不足24小時票房突破2億。上映11日累計票房直逼16億人民幣。貓眼專業版就更加預測總票房將會衝破30億大關。星爺同投資方肯定賺到笑，但係票房大賣嘅另一面係口碑嘅全面崩壞。好睇同埋難啃兩組關鍵字同一時間衝上微博熱搜。電影嘅豆瓣評分只得6.5分，超過23萬人評分，當中1/3嘅人俾3星中庸評價，真正俾5星好評嘅只有1成半。內地東方衛視主持人林海更加喺微博貼出戲飛，直接寫道：星爺唔欠你啦，好難睇。到底發生咩事？點解同一套戲票房同口碑會出現咁極端嘅撕裂？答案呢，可能唔係星爺江郎才盡，而係佢嘅目標觀眾已經完全唔同咗。少林足球嘅成功建基於地道香港文化，廣東話對白、草根人物、本土笑料，冇特技包袱。當年我哋笑呢，係因為星爺嘅無厘頭係建基於香港人嘅生活共鳴。但係功夫女足呢，全普通話對白，內地一線流量明星3億8千萬嘅 CG 特效。有網民直言睇完預告片，以為自己返咗20年前，啲特技停留喺功夫年代，演員嘅草地同人完全唔協調，好似就咁將人 key 上去 PowerPoint 咁。香港南華早報更罕有咁嚴厲批評，滑稽嘅笑料只係對以往橋段嘅拙劣模仿，部分場景好似20年前嘅電子遊戲。作為一套以足球為主題嘅動作喜劇，編劇似乎對足球運動缺乏基本了解。最致命嘅係連星爺嘅死忠粉絲都話，感覺所有演員都喺度模仿周星馳，而唔係做緊自己嘅角色。咁有影評人形容咧，成套戲就好似用 AI 技術做咗一版少林足球性轉版嘅混剪，然後匆匆忙忙就攞去戲院上映。所以真正核心矛盾咧係星爺冇變，但係時代變咗啦。佢仍然用緊90年代嗰套方程式，但係佢嘅目標觀眾已經由當年嘅香港人變成咗今日被抖音同埋短視頻養大嘅內地年輕觀眾。11人聯合編劇，大量密集笑料，犧牲人物弧光，呢一切都係精準計算，為咗迎合碎片化嘅觀影習慣，票房爆紅，證明佢捉到流量密碼。口碑崩壞反映嘅係兩代人對周星馳3個字嘅期望落差。8月13號，《功夫女足》將會喺香港上映，而8月6號，新加坡已經率先上畫。作為香港觀眾，你應該入場咩？答案唔取決於套戲好唔好睇，而係你想睇嘅係真正嘅周星馳，定係一個回憶嘅幻影。